今天是2004年12月多少号？24号，礼拜四。咱们这节藏文课呢是第16次了，咱们就按照大家的这个提议，中间在语法入门的这个课程中间呢，咱们插学这个心经，我觉得这个挺好。为什么呢？咱们一个是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读经，现在咱们学的程度呢，读经没有问题。因为第一个发音咱们全能全知道，就是怎么正确发音，那就是碰到就是生疏的了，就是拼一拼的事儿。不熟悉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是单词量，就是单词的意思；第二个就是有一些语法现象咱还不熟悉。但是这个心经的语法现象啊，并不是太复杂，咱们一块儿来研究研究啊。再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用藏文来读经呢？这个意义也非常大。因为我们现在是学汉文的佛经，汉文的佛经是从梵文译的，究竟梵文原意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藏文经呢，也是从梵文译的。这样的话，就是用韩老的话说啊，你学两个语言，等于是两个意识给你讲梵文经。你学汉文的心经是玄奘法师给你讲他理解的心经，用汉语表达出来。你学藏文经呢，是藏文的它是两三个意识啊，合作，就是有印度的意识，有藏族的意识，合作把梵文本给你讲一遍，用藏文讲。所以藏文跟汉文是同等的地位，都是从梵文译过来的。这样的话，你有两个意识给你讲的，你就可以更多的体会到啊，就是梵文本原来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可以译成汉文是这样，它还可以译成藏文呢是这样。你如果要是再会梵文的话呢，那当然就更好了。你直接看梵文，它是怎么个句子，怎么个词儿。所以要精心研究佛经啊，多学一种语言，优势大大的啊。咱们来看看藏文的心经是怎么讲的。先看第一行，给阿嘎尔盖度，给阿嘎尔盖度，给阿嘎尔盖度。哦，咱们这个是第一行，德格版是在第6行，它一页上是7行，一个长条，一共是7行，第6行中间开始是心经，就是有云头符你看跟云彩一样，第6行中间这有云彩一样，云头符是一个经或者一个文章的开头加这个云头符，然后后边你看给阿嘎尔盖度就开始了，咱们开始讲啊。因为咱们打印的清楚一点，所以你们可以两个跟德格版原经对照着，这样既熟悉原经的样子，又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咱们讲过，但是词儿没讲过，咱们意思讲过。嘎嘎儿，嘎是范围、地区、国家，它的基本含义呢是印章的意思，印章符号。它就是扩展出来的意思呢，就是一定的范围、一定的地区，就是国家呀什么，就跟现在这种概念，一定的面积，在这儿呢就取它就是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的意思。卡日这个词儿呢，咱们可能是学过，叫舞蹈，舞蹈。卡日就是歌舞舞蹈。给阿嘎尔呢合起来，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善歌舞的地区，可能印度啊，喜欢唱歌，喜欢跳舞，所以他给他国家藏族就把它称为给阿嘎尔，就是跳舞的地区，这是印度的国名。印度，然后盖是语言话，盖就是语言话。图是拉丁，是在当中，在这个话当中合起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印度话当中，印度语当中，就是在印度语言里头，心经的名字就是后边藏文经典呢，因为藏文大藏经呢，它是这样规定，只有翻译作品才能够入藏文大藏经，就是藏文大藏经都是从西藏以外翻译过来的。
藏族人自己的著作不入大藏经，是这个就是专门你比如说宗喀巴全集什么这个他专门这个搞一个集子，但是不入大藏经，大藏经都是翻译作品，所以你看他的他的大藏经分两部分，一个是论，一个是经。经叫嘎丢，就是嘎是那个佛语的敬称，这个丢是翻译过来的佛语，哎，所以他这个规定就是必须翻译过来的。然后呢，也从翻译最多是从梵文，从这个印度语翻译，然后从汉文里头也翻了相当大量的，哎，那就是从这个嘎纳这个语概读翻译过去的，都是翻译过去的。所以他的这个经名呢都是两个，就是第一个先说我是从哪个经里从哪种语言翻译过来的，把那种语言的名呢先这个写一遍。但是他这个写呀，不是用的印度语写，是用藏文字母呢拼写印度那个文的音，就好像我们那个中国人，比如说写这个叫麦克风是吧？麦克风就是什么呢？就是用汉字找跟那个相近的音，这么拼出来的。它是这样，是叫用藏文字母拼那个梵文的音。这个呢，我没来得及给你们写，你可以对照那个就是德国版上边啊，那是原样。哎，因为这个打印的这个呀，我找不到那个就是一些奇怪的那个符号，我找不到怎么打，所以暂时呢打得不全。那个你们那个回头自己可以加上。这个的读音呢，我因为我对这个呢读的这个没把握，所以呢我暂时也读一下吧。那个回头呢有那个谁周老师读的那个，回头给你们那个你们就是按照他那个算，按照他那个读，大概就是巴嘎巴蒂，就是巴嘎巴蒂都不发送气，都发不送气。巴嘎巴蒂这个第一个字母爬下边那个哈呢不发音。最后一个低下边那个长啊，就是表示这个音延长也不发音，所以呢巴嘎巴低。巴扎这个不读扎了，因为它是拼它的那个音，就读巴扎。上边是杂，下边是娘，娘下边有一个啊，就是那个长音符，所以巴扎杂娘巴扎米达黑的娃，米达黑的娃。这个大概是这样发音啊，回头那个准确的发音你们可以听了那个周老师的再发，这个咱们就不管它了。下边啊，撇盖度，撇盖度是这个咱们熟悉了，撇盖就是藏族语言中读就是在它里头，在藏语当中叫这后边这个名字，这个咱们读一下音啊，叫咱们前面也读一下撇盖度，撇盖度，胸灯得吗？胸灯得吗？胸灯得咱们学过了，是世尊，意思是世尊。这个译音梵音的译音叫婆伽梵，那是梵文的这个译音，就是咱们汉语里头译梵文婆伽梵。然后他这个胸灯得呢加了一个麻，麻是母亲。胸灯得嘛就是合起来就是世尊之母。或者你前边世尊也可以译佛，佛母，佛的母亲。哎，佛的母亲是谁呀？咱们看后边，这是叫同位语。佛的母亲后边就是佛的母亲的名字。佛的母亲是谁呢？是谢热给帕热的亲吧？谢热给帕热的亲吧？帕热的亲吧？哎，这就是佛的母亲。佛的母亲是谁呢？是谢热。谢热咱们说过，这个谢是知道的意思，知道理解。热不是十分非常极其，就是一个加强的这个语气，说非常好的知道，这个非常这个精通，哎，就是这个意思。非常好的知道，极为知道，就是什么呢？就是般若，就是智慧。但是这个智慧不是咱们世间人的这种聪明，它是那个佛，就是圣者的真正的智慧。我们现在说我们学般若，那是学佛的般若，实际上没证到这个般若。这个智慧是特殊的智慧，就是能够见到真实的智慧。谢热，这就是一般的翻般若，因为你翻智慧呢，容易跟这个我们世间的这个聪明这个相混。我们世间聪明也叫智慧嘛，
所以呢不翻般若，翻译音，那是梵文的译音。谢热是智慧，地是的，后边帕瑞度钦巴咱们学过了，帕是对面，瑞是岸边，帕瑞就是对岸，都是这个就是拉丁，是就是说向着对岸，冲着对岸，钦巴是到达，帕瑞度钦巴就是到达彼岸，智慧的到达彼岸。到达彼岸有很多方法，咱们一般总结是6种方法，6种到达彼岸的方法，其中有一种呢就叫智慧的到达彼岸的方法。现在呢智慧的到达彼岸，智慧到彼岸，简易的话叫慧度。智慧到彼岸是什么呢？是佛的母亲，就是说智慧这个到彼岸的这种佛法，这种方法呀，它能生出佛来。你要是能够学会这个智慧到彼岸，这个东西就能生出佛来。所以呢，智慧到彼岸是佛的母亲。你这就是后边心经后边还专门讲30诸佛都是以这个智慧到彼岸得的这个成的佛。所以呢，佛母智慧到彼岸。然后注意看那个钦巴的巴后边呢，阿 K 故意加了一个阿 K 故意，就加了一个的。整个这句话就是说，佛的母亲智慧到彼岸的宁包，读宁包，宁包是什么呢？就是心脏，就是我们的心脏，这是它的基本含义。然后它转译出来就是什么呢？一个是中心，就是任何地方的这个当中正中间中心。第二个引申出来意思呢，就是精华，这个精要、要义、要旨，就是最这个精美的部分，最这个核心的部分。现在呢，他就取这个核心的部分，就是说佛母智慧到彼岸的核心，它的核心意义，所以呢叫心经。这个心就是般若经的核心要义，这样的一个经。般若经最大的是600卷般若，然后这个从里头选出几回来呢，有这个什么大品、小品、中品，有这个几千颂、几万颂，一直到这个金刚经，那都是从这个600卷大般若里头那个就是摘出来的，一直到这个心经只是从600卷大般若里头摘出来的一段，这个就是大般若经的核心意思。也就是说，你掌握了这个，就是掌握了这个整个般若经的这个核心。般若经是什么呢？般若经就是大乘经的核心，所以这个经呢很有意义。第一个这个经名就完了，咱们读一下Jom dan dema谢热给帕热度钦北宁波，咱们稍微长一点Jom dan dema谢热给帕热度钦北宁波。好，咱们来下一句这是经名，说经名它都是2个，就是说在梵文里头这个经名怎么读，在藏文里头这个经名叫什么？这个经开始的2个步骤完了，下边一个步骤盘波记过，盘波是这个卷，就是10卷、100卷、600卷这个卷。还可以当什么呢？一束，你比如一束花，一把筷子，一束一把，一卷就是一卷儿，就是这个书，中国原来都是那个竹片刻的，一卷卷起来，所以留下了一个卷。后来用纸印了，还是叫卷，还是叫卷，这个盘包就是一卷，就是这个卷。后边记就是1、2、3、4的1，国是一个句号。记最后一个字母加一个哪若，记过，这句话又完了。这句话是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经呢一共是多少卷？这个经呢，他告诉说就1卷，这是又完成一个任务，就是上来告诉你这个经是几卷。盘波记过，这又一个任务完成了。下边呢又是藏文这个经的一个程序，不管第3步第4步了，又一个程序，就是什么呢？前头要这个敬礼，要顶礼。他用这个顶礼来表示什么意思呢？一个
是这个写经的这个记录经的人呐，他因为要写这个经了，要这个刻这个经了哈，他先给佛菩萨顶礼啊，让佛菩萨加持他呀，这个能够完成任务，哎，这个不要犯错误，哎，这要顶礼。第二个作用呢，他这个给谁顶礼呢，代表了这个经是属于什么类，哎，你看咱们这个他一般是这个是这个给文殊菩萨顶礼呢，就是般若类经。咱们这个顶礼呢是鸠门得玛，鸠门得玛，谢热比，帕热度钦巴拉，帕热度钦巴拉，掐猜洛，掐猜洛。这个经是给谁顶礼呢？这个很特殊啊，单独就是给佛母智慧到彼岸顶礼。那肯定是般若经了，因为就是给智慧顶礼嘛。这个比较特殊，因为我看有的那个般若经啊，它是给一切佛菩萨顶礼，这个心经是直接给佛母顶礼。咱们这个看一下这个生词啊，一个就是这个前边是熟悉了，一个是拉是拉君，就是对着谁冲着谁，哎，现在就冲着佛母。后边掐猜洛，咱们也讲过，这也再重复一下，掐是手的敬语。恰是手的敬语，手的敬语呢，就是这个尊者的手啊，圣者的手啊，一个是这个意思。再一个，他后来他这好多敬语啊，敬语演变出一个什么功能呢？就是某一个词儿前边加上一个敬语，就把这个词儿变成了敬语。哎，他那个好多敬语啊，起这个作用。像这儿也是，这个后边这个词儿是什么呢？猜是什么呢？猜是做，就是这个做什么事情，这个做。就是进行什么动作，举行什么活动，哎，这个做，举行做，它加上这个掐，就变成了整个这个动词啊，掐猜就变成一个敬语。这个敬语的这个，你看它基本含义是什么呢？用手做，或者是做手的一个动作，实际上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敬礼。这个敬语的意思就是给自己尊重的人呢敬礼、顶礼、合掌。反正这一类的就是做一个这个尊敬的动作。罗是句号，就是拿加一个拿若。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开始的这个给佛菩萨的这个顶礼这一句，这是前边的规矩。前边的规矩就前边藏文经前边就这一套规矩，然后后边是正式这个经开始。咱们把这句话也读一下啊。鸠门得玛，谢热比，帕热度钦巴拉。掐猜喽，好，下边开始经文正式开始了啊。底盖打给退吧，底盖打给退吧，底是这个，哎，盖是语言，这个语言话，底盖就是这样的话，这些话，哎。答是我自己，答是自己，题是句格，有我，用我，或者说我是主语也可以，我是这个我是这个及物动词的主语，是我。谓语是谁呢？后边却吧，却是什么呢？就是听到，听见。注意这个听啊，它有一些是光听见听不见，不一定，这个是听见了，就听到了。这个像闻所成会啊，那个闻思修的闻呐，就是这个字儿，哎，就是闻，听闻。如果用这个名词呢，就是这个叫见闻知识，说这人见多识广，就是听到的东西知识。你看啊，这个后边这是另外一句话啊，这个地方这整个是一句话。主语是答给，是我；谓语是退吧，我听到了。宾语是什么呢？最前边，在前边就是底盖，我听到了这些话。就是咱们汉语是怎么译啊？叫如是我闻。如是就是前边底盖，如是就是说，就像这样的，就像这样的什么呀？就是那些话嘛，哎，就像这样的话。人家这个藏文呢，就是底盖，就是这些话，我听到了，如是我闻，哎，
读一下啊，底盖打给退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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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如是我闻，跟汉语的这个词序都是一样的啊。下边一句，体记呢？体记呢？体学过了，是时间，记是一，拿是在，就是时间余格，在一个时候，在一个时间，用现代翻译就叫有一次，有一回，有那么一次。咱们那个汉文经义的时候就叫一时，就是有一回，就是这意思。你看，如是我闻一时，然后下边该佛在什么舍卫国什么啊？咱们看啊，就是这样的。下边该佛了，佛是什么呢？说九门得，九门得，这就是世尊了。佛，世尊。然后他在哪儿呢？你看啊，在这个，你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拉就是不是说在什么地方吗？在什么里？他就在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拉前边是一个ris是山，佛在一个山上，山前边是阿毗故伊是的，就是这个山的名字。佛在这个山上，这个山叫什么名字呢？咱们回来看啊，叫这个啊，咱们看得远了，这个就我们在后边啊，给别克那。给别克那，给包是国王，加上阿毗故伊是国王的，克记得吗？克是什么？针线的针，这个给别克不就是国王的针？拿是地点余格，就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在国王的针这个地方。国王的真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王舍城的这个名字。这个咱们中文咱们那个汉文呐，经常用音译，说在什么什么地方，王舍城。他这个藏文呢，就是意译，就是把梵文那个名字的实际意思译出来了。就是王舍城在梵文里头，他那个意思就是国王的真。具体为什么就不知道了啊。他就是说，他直接把他那个名字的意思译出来，不译他的音。在国王的真这个地方就是王舍城。然后在这个王舍城呢，实际上呢是这个那个时候王舍城就是一个国，是吧？好像，他那个经常那个印度那个时候是18大国，是不知道是无数小国，好多都是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城外边大概管一片地就完了。下边啊，恰别碰别。恰别碰别，恰别碰别人了，恰别碰别人了，恰是鸟，就是鸟的总称，所有的鸟都算，连这个家鸟，就是它那个家鸟就是那个鸡，恰是鸟，觉是什么呢？觉是这个鹰。有的叫雕，有的叫鹫。恰觉是专门的指的一种很凶猛的，叫秃鹰，那个吃这个动物腐尸的那个，恰觉，像那个藏族地区有那个天葬的习俗哈，每个那个天葬台呢都有一堆这玩意儿，那个很凶猛的，你看那个照片，身体也大，翅膀也有力。这个鹰钩的嘴，恰觉后边呢，烹包是什么呢？烹包就是五蕴的蕴，它的本意啊就是一堆聚集起来，它的本意是聚集，它的聚集之后呢，它的名词就是一堆，蕴也是这个聚集的意思，就是有很多堆在一块儿，一大堆，就是那个意思。烹包，恰觉烹包呢，就是鹰鹫聚集的山上，这个山呢就叫鹰鹫聚集，这是这个说意思了。咱们汉文译叫什么呢？叫灵鹫山，译得好听一些。鹫呢，灵鹫山，这个为什么叫灵鹫山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照片，那个山头上有一块石头啊，就跟那个鹰一样，特别像。那个身体斜着，有嘴，那个有翅膀在那站着，灵鹫山是这么来的。
再读一下，这个可能生词就这个生一点。恰约碰别人了，恰约碰别人了，恰约碰别人了，恰约碰别人了。应聚集的山上，你看整个这一句的意思啊，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灵鹫山上，或者灵鹫山中，哎，这个拉呢，可以译为什么里头，也可以译为什么上边，哎，所以你是译成山上或者是山中都可以。这一句就完了，下边咱们看啊，给龙给紧军。给龙啊，给龙给，读一下，给龙给，给龙给。后边这个呢，本来是给军，但是呢，它那个给那个后边那个军前边前加字是啊，就放到前边那个韵尾加了一个 n， 所以就成了紧军。紧军，因为这个词儿呢很常用。它都读成这个音了，所以咱们就按它这个把那个加一个 n， 就是在它俩之间加个 n， 紧军这样来读。紧军亲煲汤，紧军亲煲汤。先看前头啊，给龙，给是什么呢？最常用了，就是善恶的善，哎，给就是善恶的善，善业恶业，哎，所以给呢。这是很常用的。龙是乞食，要东西，祈求，哎，给龙呢叫善乞士，就是好人，他呢要饭，哎，这个乞主要是指这个乞食了。善乞士就是就是为了好的目的。为了好的事业，他去乞食，这样的人给龙，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叫比丘。咱们汉文就译比丘，就是和尚。和尚呢，因为那个佛那个时候他就是没有自己的那个不吃银钱嘛，自己没有营业生产什么，就是修行。然后每天中午呢，日中一时，每天中午出去乞食，所以叫善乞士，就是这是他的意思。他的那个比丘啊，是他的那个译音。比丘是译音，是梵文的译音。玄奘法是译必除，可能跟梵文更接近一点。这个藏文呢就不译这个译音，它就译就是善乞士，这是给龙是比丘的意思。给是的，然后呢紧军，给又是善，军这个紧军是什么呢？合起来是僧团的意思，意思叫和众。这个他那个紧军就是和众，就是聚集在一起修行的这些比丘。梵文的译音就叫僧伽，就叫僧伽。我们有的人读僧伽，但是按梵文那个音好像应该跟嘎更接近一点，无所谓了。这个僧伽就是和众，就是修行的人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团体，所以紧军就代表僧团，准确的说就是僧团。亲包是大，一个大僧团，比丘的大僧团。那个汉文好像译比丘僧是吧？比丘僧让人感觉有时候那个比丘不就是僧吗？僧实际上是后边那个僧你译一个僧团，比丘的大僧团。这就是佛在这个灵鹫山上啊，他面前啊就是这个比丘的大僧团。堂就是和什么呢？再看后边，抢求三杯。抢救三杯，紧军亲包，紧军亲包汤。好，就到这儿啊。抢求三八咱们学过了，是菩萨。抢求是这个，强是熟练，求不是理解，也是熟练。sam 是心，八是这个英雄，合起来就是说熟练精通心的英雄，就是这个菩萨，这都是意义。咱们中国的那个菩提萨埵就是音译了，意义菩萨的什么呢？紧军亲包，菩萨的大僧团。堂，这个堂还是和说比丘的大僧团和菩萨的大僧团。那前边说菩萨不是比丘吗？前边这个比丘啊，专门指的是佛面前的那个声闻弟子，舍利弗他们。
专门是声闻弟子一个大僧团，一共是2500人聚。哎，这个后边这个抢救三八顶军亲包呢，是指谁呢？是这个弥勒、观音什么这个文殊，是这些大菩萨的这个僧团。当时在说法的时候，佛每次说法啊，面前坐的是比丘的僧团，空中这个大菩萨全来。哎，还有各个这个各方的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刀立天主啊什么，反正就是知道佛说法的，能知道消息的都来。这是这个比丘僧团跟菩萨大僧团，堂就是和，这是这两个了和，然后后边啊，特嫉妒修的，特咱们学过，特是方法，方是方法，哎，方是方法，姿态。这个记是那个1234的一个简写，1234的记前边有一个田家字卡，就是两边俩卡，中间一个记，那是那个1234的记。特嫉妒是图就是这个拉军，这个拉军呢是做状语，就是做形式，就是说就好像中文的土野地一样，这样的来修的，后修是个动词，形容修。特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方式，一个样子，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块一起，共同，就是一起，一个方法，一个方式，一个样子，一种形式，就是什么呢？他们一块就是一块一起共同。说比丘大僧团和菩萨大僧团呢，一起干什么呢？修的，修是什么呢？两个意思，一个是坐着，一个是住在这个地方，居住在这个地方。你这个修就是说你坐在这儿可以说修，你住在这个地方，比如说你就是这地方的人，居住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说修，两个意思。就是说你存在在这儿，哎，抽象的意思有存在的意思，具体的说就是坐在这儿，居住在这儿，住在这儿。现在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说比丘大僧团跟菩萨大僧团呢，他们一起都坐在这儿，都坐在哪儿呢？都坐在那个灵鹫山上，都坐在佛面前。哎，这就是一个逗号。下边黑菜，黑菜，黑是那个，一是的，菜是时间，菜的另外一个意思是生命，你这一生一世寿命。黑菜就是那个的时候，就是那时，那个咱们中文译尔时，尔就有你那的意思嘛，哎，尔时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佛在灵鹫山，他去面前做了很多的这个大僧团，这个时候怎么着呢？下边该描写了，叫们得色魔囊瓦，色魔囊瓦。就先讲这个啊，叫们得世尊，色这个单独读这个啊是色，哎，那个最后要闭上口发一个波的口型，哎，色是什么意思呢？是深浅的深，深浅的深，这是它基本含义。然后引申出来什么呢？深奥、高明、高深啊，这个精美、精密，就是非常这个神奇细致。反正就是这个水平比较高吧，就是那种引申出这个意思来。摸呢，相当于这个波，就是那个形容词尾，哎，波呢一般用于这个阳性，摸用于阴性。色摸就是深的，一般佛经译甚深啊，就是非常深的。囊洼是一个动词，囊洼的动词主要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显现。就是出现，显出来了，出现了。一个意思是光明，放光，光明。哎，出现跟这个光明，放光，名词呢就成光明了，哎，就成这个。所以这个 nama 经常以光明，再一个以显现出现。谢卡位，谢卡位，却给南长给。南长好像读的不对了，却给南长给，应该是南长啊。
那么障就是如果按双音节词读，是不是那么障？哪两个双音节？那么障这两个双音节，那这俩是一个双音节。我就想啊，那是是吧？你要按双音节读，应该是那么障。咱们回头还是以周老师的为准啊，你们听周老师的。这俩是一个词。如果要是那么障给，就成了这个分开读了，就那么障给，就成了这个分开读了。谢卡吧，咱们学过是叫做、称为、名为，就是称为前边称为谢卡吧，都是称它前边的这个名字，就是称为甚深光明。或者有的也这个意识译的不一样，理解不一样，这就看各个意识的理解了。有的就译甚深显现，有的译甚深光明。你这个究竟怎么取哪个意思，那在你自己的这个理解的判断了。说一个叫做甚深光明的，却是法；一个叫做甚深光明，这是这个名字；一个叫做甚深光明的一个什么东西呢？一个却法，法的那么障给丁挨紧了，读一下。那么障给丁挨紧了。ஞom把是修所，ஞom把是修所，却给就是法的。那么障是个什么意思呢？那是种类差别，就是有分好多种，有很多差别，种类差别。这个佛经里头经常译成异名，异就是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异，异名名字的名，异名异门，就是异名的意思就是另一个名字，异门的意思就是另一个角度，就是异嘛，就是另一个角度，另一个名字。那这样是这个它基本含义就是差别，就是很多种的意思。那么是这个种类，常是什么呢？就是数目字儿，数目1、2、3、4，数目。那么常就是种类的数目，也就是多少种类多少差别。那么这样整个就是种类差别，一门一名，另外一个名字，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个意思。法的另外一种说法，法的某一种说法的丁挨紧，这也是个常用词儿，就是定。丁挨紧就是定。这个咱们那个汉文里头翻定，也翻它的梵文译音，就叫三昧。三昧，昧字就是一个日字，一个未来的未，三昧，那是梵文的译音。藏文里头就把这个定或者三昧呢，就译成丁挨紧。这个查字典呢，这个丁喝水的杯子，这个不是特别那个，就是查不到它的意思。紧呢是取，紧就是我们拿东西取东西，取能取所取，就是这个紧。这个就是搞不清它的那个意思，但是这个丁挨紧呢是个常用词，就是三昧定，或者叫等持。等持的意思就是这个平等，保持平等。你可以把持等保持平等，就是你处于既不昏沉也不掉举，就是也不散乱的这种，保持这种平等状态，就是定挨紧，这是一定这个三昧。拉就是在这个定当中，就是表示方向。后边ஞom把是修所是ஞom把，ஞom是什么呢？是中庸、均等，这个平衡，是这个状态，就是在中间不偏不倚，平等，这是ஞom把。修跟前边那个修呢，前边那个坐着或者住着的那个修呢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有个前夹子爬，这个没有前夹子爬，这个修跟它不是一回事儿。这个修是什么呢？这个修是进入的意思，进入主要是意思是进入参加。这个而且这个修呢是不自主动词，就是自己，就是说它不及物，它修就是他自己加入，就是主语是觉门南德是世尊，
世尊自己啊，他加入到8日那个ra是拉军，就是佛进入到ra前边这个里头，进入到什么里头呢？进入到nyom巴。nyom巴刚才说了，nyom巴是平等，佛呢进入平等。进入平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是等至，等至就比前边那个等持啊要深一步。前边那个定该紧不是等持是定啊，它是那个定啊，所有的定都可以叫定该紧，它是一个最宽泛的名字，就是不管你这个定高级的不高级的刚学的什么，所有就是你这个定啊，它这个定字是把在这个修定里头是一个最宽泛的名，它所有的定都可以叫定该紧，都可以叫三昧。但是这个nyom巴修说就是 nyom巴修吧呢是最高级的定，就是什么呢？等至，就是真正达到了四禅八定。四禅八定等至一共是9种嘛，就是四禅八定一共是8个，然后加一个那个灭尽定，这9个是叫等至，就是定修到家了，修成了，等至了。nyom巴修就是等至的意思。因为这个拉军呐，说了保证没错。第一个呢，它是拉军，然后拉军里头呢又分很多的格。我想这个呀叫什么格啊？我现在手机叫业格，就是动作的对象，就是他冲着谁来的啊？业格，业格是第2个嘛，就最那个常用的，就是宾语，就是动作的对象，动作的目的，动作是冲着谁来的？动作是冲着谁来？冲着nyom巴，就是这个修进入是冲着nyom巴，他要进到那个nyom巴那个状态里头。业格就是咱们还学过一个集体业格，是主语或者宾语直接变成那个前边那个东西，叫集体业格。这个呢就是一般的业格，就是冲着什么方向。前边那个等持后面那个拉，跟这个格应该是一样的。我看一下啊，等持的拉，咱们来那个分析啊。实际上现在啊，这个是这样，这个格呀，这个前边应该紧这个拉呀，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实际上如果在这个地方看来呢，它是一个动词，就是佛进入到定的状态，进入的定呢是前边这个定，就是进入了这种定该紧，就是前边有某一种名字的定该紧，进入这一种定。那这个拉呢，也可以说是那个业格，跟前边那个拉的意义是一样的，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进入到定该紧当中。这个什么样的定该紧呢？是法的某一种，这个南长不是那某一种吗？是种类吗？是法的某一种定当中，是哪一种定呢？叫做甚深光明的法的某一种定当中，佛呢入到那个定里头了。整个这句的一句话，整个这一句就是说，那时就是佛在山上前头有很多比丘僧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世尊进入到叫做甚深光明的某一种法的，或者是法的某一种法的定当中，就入到这个甚深光明定里头了。然后接着来啊，咱们还读一下啊，都练习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车，胸针得，色摩能瓦谢恰位，色摩能瓦谢恰瓦，色摩能瓦，谢恰位确给，谢恰位确给，那么张给应该紧了，那么张给应该紧了，nyom巴修所，那nyom巴修所，下边一句啊，羊推车，羊推车，推车还是那时，羊是什么呢？羊是也就在那个时候，那就是同时的意思。佛在那个时候呢入了定了，羊就是也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也在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强求三八，
强求三八，三八清波，三八清波，强求三八是菩萨，三八清波是什么呢？三八是这个新的英雄，这是那个强求三八的一个简称。哎，就好像我们汉文说菩提萨埵是全称，然后菩萨来个简称，这就是强求三八是全称，三八光说后边说新的英雄，哎，这就是菩萨的简称，又是菩萨。清波是大菩萨，大菩萨，菩萨里头还有这个级别，我们也可以叫菩萨叫初发心菩萨，地上菩萨也有这个7地以前的菩萨，8地以上的大菩萨。这个大菩萨呢，可能不是那么严格啊，一般有的说是8地以上才称大菩萨，这就是大菩萨。大菩萨呢，菩萨大菩萨，咱们汉文里头译叫菩萨摩诃萨。那个摩诃就是大，摩诃是梵文大的译音，萨代表这个菩萨的一个简称，菩萨大菩萨就是这句话，哎，菩萨摩诃萨。这个地方呢，咱们就可以简单译，就可以说是大菩萨啊。大菩萨后边啊，帕巴，帕巴，看一下你们这个啊，这个帕巴咱们刚学过吧？就是如果是动词的话呢，是跳跃，然后引申意思是超越、超过、突出、优胜，这个出类拔萃。如果当这个地方是当名词讲，如果当名词讲，它就是什么呢？圣者的圣字，就代表这个人呐是圣者。哎，这个地方呢说有一个大菩萨，他呢是圣者，就是他已经不是凡夫了，所以帕巴就是圣，就咱们说的圣龙树、圣观音，哎，就这个圣字。后边啊，坚热西，坚是眼睛的境遇，哎，坚是眼睛的境遇。咱们这个一般的人眼睛叫迷，哎，这个圣者的眼睛就叫坚，哎。后边这个人没什么意思，如果要是单独说它的意思是那个布，咱们前头学过，就是布料的布。这个地方不是布料的意思，它就是加到前边这个上边一起就是圣者的眼睛，就是眼的境遇。坚热就是圣者的眼睛。习是看的境遇，习咱们那个平常的人看就是搭拉，哎，这个一搭就是一看，圣者的看呢就是习是看的境遇。坚热习就是用眼睛看，也就是观，哎，也就是观看，哎，眼睛观看，坚热习。下边汪丘这个词儿呢是塔后爬，再有其他抵消了啊，完后爬读成蛙是吧？在这个呢就是要读成蛙，蛙再加上那个后边那个ngã，蛙ngã就是汪，哎，读汪。汪是什么意思呢？汪是权力、力量。权力、力量、势力，哎，能力。还有一个意思是根，就是咱们那6根的根，哎，主要意思是权力、力量，哎，这个本事，这个势力、能力。处是穷富的富裕、富有、富贵，哎。咱们那个学那个是米拉日巴他叔叔就丘班给变得富了，变得更富了，哎，这个富裕的富。汪丘就是能力、权力，这个本事，这个能力啊，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富有。什么意思呢？自在，这个词儿就译自在，就是本事大，哎，权力多，权力富裕，这个权力充分，能力充分，那就是自在，这就是自在。这个大菩萨的名字出来了，想就三八清波大菩萨，帕巴是圣，这个人不是凡夫，圣。坚热喜汪丘，观自在，圣观自在菩萨，整个这个观音的名字出来了。
咱们说过，那观音的音字实际上就是那个梵文的字在啊，它跟那个声音的音就差一个字母，开始那个人给看错了，就一个观音。哎，他可能也那个看到那个经里头说这个观其音声，这个救苦救难哈，他可能一联想啊，那就是观音了。哎，他给译错了，实际上是观自在。哎，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你前头一错了，人们一听观音就记住了，然后后边人们呢就只好就搬不过来了，就按照这个译。这就是观音的名字。你看藏文呢，就是按照那个梵文的原意译的。咱们把观音的名字念一念啊：强求三八三八亲波，强求三八三八亲波，帕帕坚热西，帕帕坚热西，坚热西王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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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观自在，观自在菩萨啊，观自在说也是在那个时候，这个大菩萨观自在菩萨干什么呢？后边看啊。谢热给帕热都亲吧，谢热给帕热都亲吧，谢热给帕热都亲吧，谢热给帕热亲吧。这个词儿是反复的出现，以后经常要读啊。智慧到彼岸，哎，智慧到彼岸什么呢？色猫戒吧，色猫戒吧儿，色猫戒吧儿，色猫刚讲过是深的，甚深。戒吧儿是一个动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行，就是行动、进行、做事情，行、修行、实行、实施、进行，就是这个最简单就是你记住一个行字。智慧到彼岸甚深行当中，哎，就是观音呐，在那个智慧到彼岸的甚深的修行当中。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定，哎，也是一种定。在智慧到彼岸的甚深的修行当中，后边啊，尼了，南巴尔大行，南巴尔大行，这个尼这个词儿也很重要。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呢？是仅此，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强调本身就是指他自己，不是说别的，就是说的他，哎，这么个意思，就是说他的本来的他自己，说他的本色，说他的本性，说他的本来面目，说他的本质，就是指他自己，就这么意思。仅是指他自己，仅是指他本身，就这么意思。哎，这个智慧到彼岸甚深行的就是在这个里头，哎，就是在这个甚深行里头，拉就是拉，我想啊，余格吧，也可以说是地点余格，它就在这个甚深行里头。在这个里头，观音干什么呢？南巴日大行，南巴日呢是一个状语，也是非常常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非常十分极其这个就是加强后边那个动作。就是说这个动作呀，做的是非常的彻底，非常的这个完全，非常的完美，哎，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十分彻底，很，哎，就是这个意思。南巴日就是加强后边的动作是搭是什么呢？就是看咱们学的看呢，没有前加字爬，这个加个前加字爬。咱们也说过，藏文动词呢，一个动词最全的形式是4个。就是30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再加个命令式。它这个4个形式呢，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什么呢？本来这个动词的现在时往前边加一个爬，就是未来时，再给后边加个撒，就是过去时。把这个现在时啊，它要带个八，就是你们搭哇，这个是不是带八，是带哇搭哇，它要带一个这个后缀。把这个哇后缀去了，就是命令式。有时候呢加一个撒，哎，反正大概呢你记住，过去时是两头加，前加爬后加撒，这是过去时。如果光给前边加爬，那就是未来时。这个呢就是看的未来时。整个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说大菩萨圣观音，这个就这么非常殊胜的这么一看啊。非常殊胜的一看，这个非常殊胜的一看，他是在什么状态下看的呢？
这个拉就是在什么当中，在什么状态下看的？在前边这种状态下看的，在智慧到彼岸甚深行当中，就是在那个这个泥就是在强调，就是在这个智慧到彼岸的甚深修行当中啊，观音这么一看，行是和，就是这么一看，他看到什么呀？后边还没说完，所以加个行。他这么一看呢，后边行出后边的东西来。他这么一看，看见什么了呢？看见蓬波阿波，蓬波阿波，蓬波阿波，蓬波还是那个韵，就是那个一堆一句啊韵。阿波阿是五，阿波就是还是五，哎，这就是五的一个完整的这个形式，就是说，这个阿包加上包之后呢，不加包就是单独一个五的一个数字，加上阿包呢就成了一个完整的词儿，就是五个韵，这是一个整体，这是一个完整的词儿。它后边就可以加鳖呀，什么就可以加的呀，哎，可以加其他的东西。蓬波阿包就是五蕴，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哎，五蕴就是色，按照我们一般人理解是物质，最后识呢是心识，是心法。心来认识物质的时候，要经过三个阶段，就是先有感受，然后想产生概念，最后行我怎么这个对待这个事物。哎，所以整个就把这个物质精神两大部分全包含进去了，五蕴。观音看见这个五蕴是怎么个状态呢？忒大了，忒大了，忒是那个，他是复数，他是门复数，忒大就是他们，哎，忒大是他们，拉就是看，对着他们看，对着他们看，就是对着这个五蕴。对着你要这说他们，说人是他们，说这个东西呢就是那些，对着那些五蕴，对着那些五蕴那些东西啊，这么一看，看见什么呢？羊啊，这个忒大了羊，忒大了羊，就是对着他这一看呢，羊是也，哎，就是他对着五蕴一看呢，也发生了后边的事情，让心给。让心给东边那边到，东边咱分开读啊，东边南边到，南边到，哎，这个生词多，咱们慢点读啊。先说让心给，让是自己，让是自己，心的本意是脸。就是我们这个脸面，心，这个脸呢，这个引起就是有本身的意思。让心呢，这个词儿就是自性，哎，本性。注意体会啊，我多说话，你来体会它的那个本意，本色、性格、自己的本质。自己的本来面目，自己的实质，哎，自性、本性、本来的性格、本色的性格、本来的实质，你去体会那意思，就是你的本质、你的本性、你的自性。哎，咱们这个呢，在这儿呢，就以自性，就是可以啊。你这个一切东西的本性就是实相嘛，就是真实，它的那个本质嘛，它的这个实质。你说一切法空，那是它的实质，那就是真如嘛，空性。哎，本质是吧？哎，你们来体会，回头这个自己，一个是你自己体会去这个理解这个经，再一个就是以后咱们还可以确定，就是说我们用什么词来翻那个经。哎，让心，哎，自己的本色本性。我们一般的现在以什么呢？以自性，哎，然是字嘛，就自性。你们去体会啊。给是句格，给是句格，这个句格是这个东巴这个动词要求的。东巴是一个动词，东巴是什么？这个东如果不加巴呀，是千百万的千，
就是光这个东是千百万的千，加个八呢变成了动词。这个动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空，这是最准确的翻译，就是空。你也可以翻没有无，但是它是个动词。它为什么是个动词呢？它是这个东西变没有了，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原来有，现在呢越来越少，最后没了，就东巴了。哎，它这个意思。通过观音菩萨，哎，他这个行的这个深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对，观的，哎，就是他如果不行这个深般若波罗蜜呢，哎，可能他一看呢幻象有了，结果他一入深定呢，一看呢五蕴没了，哎，然后他这个东这个空啊，他要求什么呢？什么东西空？他要求句格。那个周老师讲这个的时候，他说这是藏文里头特殊的一类动词，很少就几个，他们给起了个名叫丰匮动词。丰是丰富的丰，匮是匮乏的匮，一个区字的那个框右框里头加一个富贵的贵，匮乏。丰匮动词就是什么呢？也可以有，也可以无，也可以多，也可以少。它要求呢，由于什么原因，由于什么东西它而产生的丰匮的现象，它要求它做句格，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富了，他呢是由于钱多富了，就是钱，然后呢挪日这个秋，就是有原因，哎对，有原因，哎，他由于钱他富起来了，然后呢穷呢还是由于钱，他说很有意思。你比如说这个人一贫如洗，没有钱了，他还说什么呢？穷了还是由于钱，还是用这个钱是句格，由于钱没了，所以他就穷了。这个地方也是这意思，就是说东吧空，它有的时候啊是由于某一种东西的自性在那儿，它有一个字体在那儿，它这个空的时候呢，还是由于那个东西的字体啊自性没了，它就成了空了。所以呢，它要求前边这个是因为什么没有，或者是什么东西没有了，要求句格。由于它自性没有了，所以它变成空了。那刚才说了是这个加强后边的动词，就是非常彻底的，这个看得非常这个清楚的大，就是这么一大，哎，就是那个句号。这个地方为什么用啊呢？因为那个大没有后加字，没有后加字呢，就用啊是个本身不发音的，哎，加上之后呢，上边元音是什么就发什么，它元音是它就发所以呢大这句就完了。咱们来整个看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啊。说阳体菜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大菩萨圣观自在，这个在智慧到彼岸的甚深行里头一看到什么呢？他看到那些五蕴，呢，也由于自性是空的，就是由自性空了，自性都没有了。他看到这个那巴大，这个就是他看到了这个五蕴呐，它的字体全都空了，消失了。哎，实际上这是什么呀？就是那个正空性，那个根本是正空性那个状态，就是那个摄论里头说，在这个无分别智升起的时候，就根本无分别智升起的时候，一切义皆不显现，就是一切境界都不显现。然后呢，后得智升起，再看到真实，看到这个真正的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真正面目，真实面目。这是那个正空性的那一刹那。时间不休息了，我也不累，不休息了，咱们多讲一点。因为还有半小时是吧？对，咱们不休息了，再讲一讲。今天不累。或者是咱们可能也需要休息一下，咱们这样休息啊，咱们把前边学过的念一念，用这种方法休息是吧？嗲嘎儿盖度，这个也咱们读的不准确，也读一下吧。巴嘎巴蒂，巴拉扎尼巴拉，米达黑的呀，这是照着这个字母硬这样读的啊。回头你们再听听那个周老师的，这个呀得专门学。周老师教过我们，后来就忘了，教过那个怎么读这个梵文的简单的那个梵文字母怎么读专写，都这个记不住了。下边啊，撇盖度，
缺钙度，胶原蛋白，胶原蛋白，血热给怕热度清白凝包，血热给怕热度清白凝包，怕热度清白凝包。咱们这个就是现在是读慢点，把那个音发准。听不清的你可以现在问啊。盘包记过，盘包记过。它这个扩因为是跟在后边的就不松气了，就读过，哎，轻声。胶原蛋白，胶原蛋白，血热给怕热度清吧，血热给怕热度清吧啦。掐菜了，底钙打给退吧，底钙打给退吧，脾气呢，胶原蛋，给别克呢，掐别碰别人了，给龙给紧军，给龙给紧军清煲汤，强求三杯，紧军清煲汤，特技度修的，配菜，胶原蛋，什么囊瓦写卡位，什么囊瓦写卡位，缺给南张给，丁爱紧了，尿板收缩，羊腿菜，想求三八清包，啪啪煎热水，煎热水往球，血热给怕热度清吧，什么结巴儿泥了，南巴儿大型，碰包鸭包，太大了样，让心给，东巴儿南巴儿道，好，我看你们觉得多少啊？要不要再来点，还是再读一读？你们的意见累不累？我看啊，不累就往后学。体内是那，内是之后，那之后，也就是说此后，或者说接着，然后怎么着呢？桑盖给去，桑盖学过吗？还没学吧？桑盖还没学。佛，这就是佛。你看咱们中国不是这个咱们这不是不是译音，咱们那个汉文是译音，叫佛陀，叫布达啊，那个可能布达的音更近一些，
但是很早的人译成佛陀了，所以就佛陀。这个藏文这是译，桑是这个醒来起来，那个提桑是明天是吧？那个提桑阿妈两个来得说有桑，不是对，那个是桑，没有撒是吧？啊，没有撒，这个加上撒是丧是起来醒来，这个清醒，还有一个意思呢，清净、干净、洁净。给是这个发展、增加、发展。增加发展，达到很高的程度，达到完美的程度，就是发展到这个极盛的状态，这个意思。桑盖就是达到了完全的清醒，就是你看那个初地菩萨不是就已经从生死长梦当中醒来了哈，初醒，大梦初觉哈，这个所以呢一清醒即欢喜地。到这个佛呢是达到了清醒状态的极点，就是圆满完全的醒了。就是初地菩萨是刚醒了之后啊，对这个真实啊刚看见，还不习惯，还不熟练，还要这个实地修行。修到佛的时候呢，就是完全的清醒状态，没有一点他看不到的，没有一点不知道的，特别熟练，特别圆满了。所以就是这个桑盖意义就是说，发展到了完全的清醒，发展到了完全的清净。发展到了这个圆满的程度，达到了极点，就是这意思。这就是佛的意义。这是的去，咱们呢兔学过，兔加了一个撒，这是句格。兔是在哪儿啊？在那个米拉日巴呀，两擦嘎干给普兔落读诵读，他去落是那个学习，兔学习咒去，学咒去了，学法术去了。这个兔啊，最基本的含义不是咒，最基本的含义是神力，就是神奇的力量、神圣的力量、势力。最基本的含义是神力。然后呢，它另外一个这个偏用的意思呢是恶咒，就是能够这个力量很大，可以这个给人很大破坏的那种咒，恶咒。这个地方呢，那个米拉日巴这用的是那个恶咒的意思，这个地方用的是神力。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体内说，在这个观音看到这个五蕴皆空之后啊，然后佛的神力加一个撒就是工具，用佛的神力或者由于佛的神力，由于佛的神力啊，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猜躺占吧，猜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寿命，生命，这一生的寿命，这个地方就取这个这一生的寿命。躺单吧，咱们说过吧，单是具有带有这个躺，就是它具有谁，具有什么东西。躺不是和嘛，就是它前面那东西，就是它和谁，就是它带着谁，它具有谁。具有谁呢？具有寿命，具有生命。八名词化，具有生命的人，具有生命的人。这个它基本含义是什么呢？基本含义就是这个人还是活着的，就是当代人物，就是说不是古人，不是就是这是他的那个基本含义。具有寿命嘛，就是具有这个寿命，就是现在还活着的人，当代人物的意思。但是这儿呢，另外一个意思呢，它变成了一个尊称。咱们翻巨兽，就是巨兽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说他呀，这个年龄要比较大，实际上就是可以翻长老。就是巨兽嘛，你像一般人小孩子，对你一般人你不能说巨兽，就是说一般这高寿啊什么那个有点尊称的意思，就是一般翻长老，咱们那个汉文经典里头也翻巨兽，就是一个尊称，就是长老啊什么这个。现在呢，下边这个啊，这是一个尊称了，说崔当丹吧，下边是谁呢？这个尊称的这个人是虾瑞皮。虾瑞皮，这个呀，虾瑞啊是一音，舍利子，仆是子是吧？仆是儿子是吧？
他给那个就是加了个仨是句格，就是夏瑞普是这个主语。实际上光夏瑞普这个名字是夏瑞普，就是舍利弗。咱们那个汉文也是译音，他这儿呢是译音夏瑞，因为那个也可以说是译音，正好也意思啊，它也是译证明人还是译。夏瑞是一种什么呀？那个在藏文字典上它是一种鸟，叫黄鹂鸟。那个有的呢，那个我看那个解释就是汉文里头解释叫什么鹿啊什么，反正就是一种鸟。秋鹿。秋鹿，对对对，秋鹿。这个印度啊叫这种鸟呢就叫舍利鸟，所以呢它既是译音，它也是有具体含义的。就这种鸟就叫舍利鸟，舍利鸟。这个舍利子的那个母亲呐，眼睛像那个舍利鸟。他生出来之后一看这个小孩的眼睛像舍利鸟，就给他起个名字叫舍利。然后那个舍利他生了这个舍利子之后呢，就是他儿子就叫舍利子。印度有这个习惯，谁的孩子就叫舍利子。所以呢这个舍利也可以说意义就是一个鸟，就是这种鸟就叫舍利鸟。这个所以你看他这个藏文到现在他基本上还是意译的啊，很少译音。舍利子说具受舍利弗或者具受舍利子，它是主语加一个仨啊。他干什么呢？时间没问题啊。他干什么看啊？他想求森巴亲包，想求森巴亲包，想求森巴亲包，他把见热西，他把见热西往求，见热西往求了，见热西往求了。这个整个抢救三八亲包，他把见热西往求，这是圣观自在菩萨，拉就是对着他，舍利弗对着观音，干什么呢？底盖界麦索，底盖界麦索，底是这，盖是话，这样的话，戒是说，说这样的话，麦也是说。这个戒呢，周老师说就相当一个引号的作用。这个底盖咱们讲过，底盖铁盖，底是指下边的，这样的话是要在后边说的话用底，铁盖那些话就是上边刚说过的话，这个地方底盖就是后边要带引号了。底盖戒麦所就是这样的话说了这样的话，麦所这个麦呢是不要撒，就是那个麦就是说，加上撒呢是它的过去时，它不加前加字旁，这个就光加后加字撒，这是过去时，就是说了这样的话，说是句号。整个这一句就是说，此后由于佛的神力，佛呀给舍利弗加了一个这个意念，具受舍利子就对着观音说了下面的话。就问观音，你看这个时候他们都有智慧了，佛一暗示哈，他就起来找观音了，问观音了，说了什么的话呢？我看还能不能说了这样的话啊，Rigi Puam， Ri 是这个种族种姓，咱们说过印度有4个种姓，它也有那个家族的意思，家族什么什么族啊，民族也有民族的意思，民族。这个迪是的，仆是儿子，族姓子，那个有的那个早期佛经就译族姓子，就译有的经里头就译族姓子，也有的译叫善族男，善族男，这个各种译法。它本意是什么呢？它本意就是咱们家里的儿子，这个是印度修行团体里头老师对学生的一种亲切的称呼。就是咱们这一伙里头，这个老师称这个弟子嘛，就叫子，是这个意思。他那个你像这个佛呢，那就是如来家里的人，很亲切的。如来家里就是咱们这个家里的人，这个意思。咱们那个汉文经典呢，就翻善男子。am 是一个或者，这个 am 呢就是跟在前边，就是
或者就是或者这些或者那些，就是或者的意思，就是善男子或者是人给普目，人给普目，普目是姑娘，哎，这个女人妇女，人给普目呢就是善女人，就是咱们这里头的女人。说善男子或者是善女人，他这是舍利弗对观音说的话了。说善男子或者是善女人，然后边扛喇喇，扛喇喇，扛咱们学过是和，就是什么？这个本来是疑问词，但是它也代表什么呢？就是前边的东西。这个各种语言里头好像都有这个现象，英语里头也有，俄语里头也有，都是扛，就是说前边所说的这一些，代表就是他们，哎，说善男子或者善女人，他们呢，就是前边说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他们，喇喇，喇喇是什么呢？喇喇是某些，有一些，个别，不是部分，不是全体，喇喇就是某些。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善男子或者是善女人，他们里头有一部分人，他们里头有些人呐，有些人是想干什么呢？看啊，谢热给帕约度亲吧，谢热给帕约度亲吧，色魔色魔觉吧，色魔觉吧。你们那个猫有没有哪弱呀？没有哈，你们加上，这是我给多删了，删丢了给，还是那个色魔觉吧，色魔觉吧。咱们就慢慢讲吧，先这样讲啊。谢热不给帕尔对亲吧，是这个，好，让他改一个尾巴，是智慧到彼岸了。然后色魔是甚深。觉吧，咱们现在讲这个觉吧啊，觉吧就是刚才有一个戒吧，就是去掉哪弱那个是一个动词，就是行，修行的行，行为的行，行动的行，哎，就是行。这个觉吧呢是现在时，这个觉吧是现在时，那个戒吧呢是过去时，哎，是这个。跟未来时是一样，就是这个觉吧是现在时，那个戒吧不要哪弱的是过去时跟未来时。这个觉吧就是行啊，后边紧接着就是这个啊，紧接着就是戒吧，戒吧是觉吧，戒吧是觉吧，行行，说怎么会连着两个行呢？觉吧咱们学过，觉吧是希望、愿意、喜欢，那个不是皇后喜欢财也觉吧，那个公主喜欢打扮也觉吧，就是喜欢什么、愿意什么、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呢？想戒吧，想戒吧就是想行、想修行，想修行什么呢？想修行甚深行。前边这个觉吧呀是名词，甚深行。什么甚深行呢？智慧到彼岸甚深行，想修行智慧到彼岸甚深行的，然后觉吧，觉吧的吧又是一个名词化，就是什么呢？的人，哎，想修行智慧到彼岸甚深行的人，忒是加上一个撒，忒是他们，他加上一个撒就是他们，这就是主语，他们呢，起达日勒巴日卡。起达日勒巴日卡，起达日就是怎样如何，怎样如何，它还有一个意思是为什么，为何，这儿用的不是为什么的意思，这儿用的就是如何怎样。勒巴是学习，勒巴是学习。这个勒巴呢，咱们那个以前呢见过，在咱们拼音教材上边有一个 lob 就是学习，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学，一个是教。学跟教呢是一个词儿，要是老师 lob 就是教，要是学生 lob 就是学。这个 lob 的，你看这个啊，这个是这个未来时
了前边加爬就是未来时，后边再加撒就是过去时。现在它是未来时，了巴是卡是那个且就是做事情的做，且的未来时。卡，整个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说舍利子就对观音说了这样的话，说善男子善女人，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呐，想对吧？他们愿意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甚深智慧到彼岸行，想修这种行呢，他们应这个最后这个卡，最后这个就是做的卡呀，一个是指做的未来时，还一个意思就是应当，就是做的未来时，就是你未来要这么做，它就是有应该的意思。应当怎样学习？其他日乐怎样学习？整个意思出来了，就是说舍利子对观音问了一个问题，说善男子善女人，如果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愿意修行甚深这个智慧到彼岸行的话，他们应当怎样学习？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学了不少啊。咱们把这个刚才学的这一段念一下。刚才学的是体内能找到吗？体内那个你能找到吗？让他帮着找一下。桑盖给退，吹堂单吧。菜堂单吧，虾仁皮，强求三八亲包，啪啪见热喜望秋了，底盖见麦所。底盖见麦所，人给普昂，人给普木，扛拉拉，谢热给怕热度亲吧，什么绝吧？戒吧是对吧？都可以这样两种读法啊。其他日乐吧是卡，整个读一遍啊，从头。嘎嘎盖读，巴嘎巴蒂，巴拉扎尼亚巴拉，米达黑的吧，撇盖读，叫我们点吗？谢热给怕热度清白，宁包，蓬包记过，叫我们点吗？谢热给怕热度清白了，掐菜了，底盖打给退吧，推进呢，叫我们点。给别克呢，恰别碰别人了，给龙给紧军，亲包堂，强求三杯。强求三百紧军亲包堂，特嫉妒学的，
他嫉妒修的，他嫉妒修的，推测，점된데，推测점된데，什么能瓦写恰位，什么能瓦写恰位，却给南张给，却给南张给，应该进了鸟把修索，应该进了鸟把修索，羊推测，强求三八清波，拍把尖热是网球，拍把尖热是网球，写热给怕热的亲吧，什么结巴儿你了，什么结巴儿你了，南边大型，彭博阿波忒大了，样，让心给，东边南边道，体内上街给去，体内上街给去，菜汤蛋吧虾仁皮，菜汤蛋吧虾仁皮，强求三八清波，拍把尖热是，网球了，底盖姐妹说，人给普昂，人给普母扛拉了，写热给怕热的亲吧，什么绝吧，结巴儿绝吧，忒起大乐巴儿掐，究竟应该怎么修行呢？咱们下节课再来。